你睇多次呢張圖，日本醫師會蓋章認定《毀滅之刃》其實係一部人類抗疫史。如果你睇過我上一條片，你就會知道反派嘅 Muza 同埋上元其實都係癌細胞同埋各種絕症。咁同病毒死過嘅鬼殺隊又係咩呢？接落嚟 Benny 用1分鐘話你知真相。首先，普通鬼殺隊隊員其實就係白血球，佢哋數量好多，但係脆弱，面對強大嘅病毒，為咗保護主體，即係人類本身，不惜燃燒自己去吞噬病原體。呢種慘烈嘅犧牲，正正就係我哋身體裏邊免疫反應嘅代價。至於夏斯拉嘅5大基本呼吸法，其實就係身體嘅5條免疫戰線。水係負責資源輸送嘅淋巴循環，風係阻斷入侵者嘅呼吸道防線，岩係守住全身地基嘅皮膚屏障，雷係負責瞬間反應嘅神經反射，而炎就係同歸於盡嘅發炎爆發。特別係炎柱代表嘅發燒，解釋咗點解開斑紋嘅設定要求體溫要飆到39度。心跳要200下以上先可以開出斑紋，呢個根本就係醫學上發高燒嚟殺菌嘅機制。雖然好傷身，但係為咗贏，不惜要燃燒生命。而全片最關鍵嘅 Nezuko， 醫生會話佢就係疫苗，佢係唯一感染咗冇失去人性，而且佢嘅血自帶抗體。炭治郎最後變翻人，拳頭咬咗 Nezuko 一啖，呢個喺醫學史上就係拯救咗無數人嘅血清治療。所以鬼滅講嘅唔單止係殺鬼，而係生命力嘅2種形態。Muza 癌細胞追求個體嘅永生，最後結果變成怪物；而鬼殺隊免疫系統接受生命嘅短暫，選擇將意志力同免疫力一代一代傳落去。生命因限制而珍貴，因傳承而永恆。Benny 喺呢度祝願每個人喺忙碌嘅生活中都能夠揾到屬於你嘅呼吸法，為自己叉足電。Follow Benny，分享更多動漫解讀小驚喜。